然根据上帝公义的审判，咱就受一世人甲永远的刑罚。若是安尼，咱要怎样来逃避这个刑罚，而且佮得到上帝的恩典？这个问题12就是讲，根据上帝的公义，咱就爱受两种的刑罚，一种是即世人的刑罚，一种是永远的刑罚。啊了后，这个问题就问讲，咱要怎样来做两项代志？一项代志就是要怎逃避这个刑罚。第二项代志讲，而且佫会当得到，佫再一摆得到上帝的恩典。这个回答安尼讲，若照着上帝的旨意，伊的公义的确就爱得到满足，所以咱就必须完全来满足伊的公义。啊，这若毋是咱家己来做到，就爱别人替咱来完成。问题13讲，咱家己有法度通满足上帝公义的要求无？回答安尼讲，绝对无可能，因为咱颠倒转日是天加添咱家己的罪愆。问题14讲，咱伫受造者的中间，敢有人会当为咱来代赎这个罪的债务呢？回答讲，无。大先，上帝袂因为咱人家己所犯的罪去刑罚其他的受造者。第二，无一个受造者会堪得上帝对罪所发出迄永远的愤怒，即种的重担，人袂堪得受。所以，伊就无法度互别人对罪中得到拯救。问题15讲，若是安尼，咱需要要敲找怎样的中保者甲救主呢？即15回答讲，咱得爱找一个真实佮无罪的人，而且还佮比一切的受造者佮较有气力，就是伊当时嘛是真实。好，咱今仔日是第5主日，第5主日开始，咱一直到31主日。拢是讲到上帝的救恩、上帝的救赎，但是咱来做结论，第1主日甲第4主日是讲到人的罪恶甲忧愁，咱徛伫上帝公义的审判台头前，咱应该着受最严苛的刑罚。这种严苛的刑罚是啥？是身体的刑罚甲灵魂的刑罚。是即世人的刑罚，到永世代的刑罚。咱伫顶礼拜讲着，人呢时常足够控告别人，推卸责任，撇东就轻，撇东就轻的台语安怎讲？台语啦，台语。拢讲别人对啦，拢讲别人对啦。人吼，足够为山水，将来就袂认真来认罪，甲承担责任。咱顶下讲，迄个咱的祖先亚当犯罪了，上帝讲你伫倒落，请问亚当有认罪无？有啦，伊身上的罪，咱夏娃的罪嘛，讲嘛，你查某叫我食，有我拢袂食，对不对？伊是认这个查某，毋是认上帝的罪啊，上帝啊！你收拾我迄查某，迄查某叫我食，我辜负2、3种甲食，我牵拖到尾，我牵拖上帝。人哦，袂生牵拖厝边，到尾去牵拖上帝，这是咱顶礼拜咧讲的。但是到今仔日这个第5主日，咱会当看到一线的光明。第12问题讲，若是真正照着上帝的公义的审判，咱的确着即世人甲永世代拢受刑罚。所以咧，伊咧问题问了出出来讲，咱咧消极的方面，咱要安怎来逃避这刑罚？吼，莫爱得生闪死，对不对？第二咧，毋是干得生闪死了，咱要怎来得到上帝恩典甲疼痛？
若亲像讲一个囡仔，啊，甲老爸偷摕物件，迄个老爸赶出去，袂使转来。啊，结果咧，伊要处理了后，搁自从老爸的物件搁收做处理，啊，老爸都叫啥？叫人去你转来，要掠伊。啊，这个囡仔，害啊！阮老爸要对我要安怎样？伊一方面讲我要怎得生相死，莫阮老爸对着；啊，一方面讲啊，我要怎甲阮老爸恢复关系。所以这个问题的十字，就是非常有智慧。咱一方面，咱顶礼拜讲到迄个了后，阮一方面，咱承认咱家己是罪人，咱应该受到上帝的愤怒。咱其实这个承认，其实咱是踏出得救的第一步。咱知影咱家己哦，已行入死巷啊，行入死巷啊，咱用尽所有的借口，到尾啊咧，咱只好来拍落伫上帝头前，承认咱完全的罪恶，咱欠缺上帝的恩光，咱是一个忧愁艰苦的罪人，咱用这个忧伤破碎的心来到上帝头前，了后来问讲啊，我实在是无法度。请上帝啊，你来拯救我！我要怎来闪避你的刑罚，而且搁得到你的恩典。所以有两个问题，这个问题就是讲得救的问题有相连。一方面就是讲，咱要安怎伫消极方面，咱要安怎来闪避这个刑罚，闪避刑罚。有一个人伊用算命讲，伊吼的确会有五角得死，五角得死啦！伊讲哈，我会五角得死，哎，惊到要死，讲系啊，这变到五角得死，伊全走对了知，伊全走去米丹咧13楼的楼顶，这牛无可能去啦！啊，牛变做上这个电梯咧，啊，伊去了就真欢喜，啊，来快算时间，讲我这个人头算命到拜5中昼尔，你看11点59分啊，迄无可能啦！靠啥牛会爬开，到了牛角咧，啊伊说阵啊，伊说59分的时候，哎我牛角甲较上啦，足上的啊！啊你外口探看牛来，啊这杀迄个迄个牛角做个咧鱼狗啦，真正咱去，啊伊个时阵做阵大风来吹来，咱咧门口讲话，咱鱼角插落臭伊闹了面死。我12点，这是事实一个真正的故事。伊就要多想，用人的方法。伊去13楼，这是已经足厉害，对不对？迄牛袂去啊。但是毋是，这圣经要讲的，咱是面对上帝呢。罪人的刑罚，罪人是咱地角。圣经讲，永远的刑罚是地角。这地角意思是甲上帝永远隔开呢。啊，咱免罪，所以呢，这个问题咱袂使干那提到这样讲哦，我免刑罚得，我这刑罚若提走，我以前就安拢无了解讲，我罪的切有形清楚无？关系有恢复无？干安尼，所以其实这是咱人的心理啦。你知影哦，长有报做报老冠军啦，捌听过这人？老冠军做迄个国安局的时阵。摕政府摕7000万，政府国安局的钱，伊拢总揽的。啊，今年我满15年，伊无罪啊！即摆伊大办要转来，大办要转来。请问诶，伊无罪啊，无问题啊，但是伊欠缺咱诶国家诶即个污点永远伫咧，对不对？啊，较早有一个李宪斌为中国倒来台湾，啊，佮压2个人，佮人拍死一个人。李宪斌啊，啊了，伊感觉讲伊过30年无代志啊，退伍转过中国，向中国佮国开，迄是人间的法律呢。但是咱对上帝的迄落上帝的公义甲永远的公义，咱就是讲啊，咱也免卖坐假就好啊，免受刑罚就好啊。但是呢，这个问题12个下半部讲，人认罪，毋是代表讲人愿意承担伊的罪，是要逃避上帝的刑罚。问题是人根本就无当逃避，无当闪避，所以呢，因为上帝的公义的确爱满足咱的这回答内底讲，
所以咱搁来想这个问题，第二项，咱来积极来得到上帝恩典。所以问题12有第2个要素就讲，搁一摆来受到上帝恩典，对不对？那亲像天父讲，我卖刑罚你啦，你甲我闪，我永远无记你，你离开我，你无甲做我的囝儿，请问安尼你会满足袂？无法度满足。所以因为人若无见到上帝，无上帝恩典，其实就是地狱。所以问题12就提醒咱，真正的得救，毋是道生相死，真正的得救就是让恢复甲三位一体的上帝，会当三交陪，完全恢复上帝甲伊子民的关系，毋但是免去地狱的艰苦，搁再为咱拍开通往天国的门，甲咱欢喜做上帝的儿女。所以主入的第5，咱今仔这第5主入就讲耶和华的确，是咧，我跳唔对。我来讲句，歹势。所以只有甲互上帝讲，我已经满足啊，我已经得到满足啊，安尼较有法度得到救。所以咱毋是干那要脱离地狱的深渊，咱要进入天国的阳光。咱毋是要脱离黑暗的世界，咱是要进入光明的国度。咱毋是干那要脱离这个含上帝隔开的惨境。咱要进入含上帝三角交陪的欢喜，所以请问咱的救恩实在是非常的积极。咱知影咱的民间内底吼，咱知影咱的民间内底若要死亡的时候，拢请啥？请地藏王，对不对？地藏王就要救你脱离地狱。其实呢，救你脱离地狱有啥物路用？有啥物路用？对不对？咱真正着爱上圣灵教示咱的，毋是要脱离地狱的深渊，要进入天国的阳光，毋是要脱离黑暗的世界，要进入光明国度。所以是非常的积极的。咱想讲，我的囡仔病，医好，医好咱都遐咧，无病啊，袂死啊，但都袂害，哪有效？对不对？你若饲，搁若目屎目睭够效，着爱病好，搁会起来，搁咱工作。跟咱学习，跟咱互你交陪，对不对？无你一份日伫遐，袂死，倒，对不对？所以上圣经内底这12个问答的问题，就是上帝要互咱是较好的。咱从耶稣讲，我来是要互得到活命，对不对？搁而且得到搁较丰盛的活命。咱嘛是讲，譬如讲咱的使徒人若倒落，咱嘛希望伊毋是甲咱倒落会食会困会放尔。咱希望伊嘛能开，尼会当交陪，这就是圣经要互咱这个真理。咱了解了的是这个问题，问的是咱就要来进入这个回答。但是要进入这个含道壁迄个地狱，搁来得到上帝的恩典甲三听的事，这个最大的这个脱界是啥？这个脱界第一个脱界就是这得到什么？这上大脱界是啥？脱界就是上帝公义的确爱。得到满足，这得到满足的意思，讲人无当闪过，互上帝公义甲伊圣洁的要求，直接，咱要无当闪过，咱每一个人拢爱面对上帝的圣洁，世上的法官拢爱维持正义，对不对？地上的法官伊要维持正义啊，何况是天顶的，这政府一定安尼家己澄清，互别人。若无，就爱别人听你。我昨有拄着一个朋友叫我看伊的妈妈，这个朋友伊足欢喜，伊9月30，伊的企业伫中国争取，去互中国台俄罗甲表扬是一个中国最大模范，因为老讲伊17年伫中国开工厂，打入去的时阵17年，我一本册。所有税务交甲拢清楚，拢无做遐个迄个规矩的代志，中国企业无安尼，大商也无安尼，所以伊讲伊伫遐用中国手机，拢总互人所有拢录音开，啥人拢来代志，爱讲拢清楚，拢清白，这就是
啊，所以迄个中国的政府台当作是上模范的大商的企业，因为掠袂出伊的空票，讲我都无空票有了，哦，才安尼。啊，我的意思讲，伊昨晚我甲我分享伊的欢喜的时，我感觉足感恩的，足感恩。伊讲伊带台湾9000万年，啊，即摆伊的资产跟几倍。我重要是这，我重要是讲，哦，你这个人真正是要行伫圣洁、四正甲公义的路。啊，所以咱电影主义讲，咱无法度往四正，无法度公义，佮无即个安尼。啊，上帝要佮叫咱安尼要安怎？所以咱的节目才重，只有靠我当下。所以咱要安怎样呢？咱就问一个问题啦。讲上帝真正要求咱，一定爱公益付出。啊，是安怎样？圣经有教示咱，讲若咱的兄弟姊妹啊得罪咱，啊若咱道歉，咱爱条来宽赦，有安尼有教示无？啊，毋但是咱教示的，讲伊一日7摆，咱嘛爱宽赦伊7摆呢。啊，该宽赦伊70个7摆呢？上帝安尼要求咱，啊是安怎伊才会无爱用安尼对待咱？你有这个问题无？咱歹势问啦，对不对？啊，上帝伊的心腹长个愈宽，伊有恩典有慈悲，对不对？啊，咱这是啥？哎呀，对不对？小人迄个大人大量啦，莫计较阮这小人的代志啦，对不对？咱这智微细啊，这乱足，爱较着安尼，对不对？上帝规讲啊，行的人免啦，我甲你行落，啊，咁简单啊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安尼？哦，咱歹势问这个问题啊。因为咱若问这个问题啦吼，若找无师讲，伊乱就互你认罪。其实咧，信用吼，请注意哦，上帝意爱咱了义，但是上帝厌恶咱不信，甲了义无共哦。了义是伫迄落知甲毋知中间，问题是好诶。因为你若完全知影哦，你免问嘛，对不对？你早拢知影咱问，啊若完全毋知影，你嘛无法度问起。我若毋知影，对不对？我毋知影有台北，我讲请台北哪里，我就连台北都捌听过。完全毋知影，无得问；完全知影，免问。啊，你会问问题，会了义，是你知伫咧知甲毋知中间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这了疑、这怀疑，这是叫做理性的困扰，啊，了解吼？啊，若毋是啥意思？毋是就是讲，咱像个犹太人看到掠杀罗对死人中国话，伊毋是要杀耶稣，会讲毋是要杀耶稣尔，连掠杀罗做伙杀，有一种叫做你讲啥话拢不信，这叫做迷信。啊，一种你讲啥话我拢毋来信，这叫做迷毋信啊。这迷信甲迷毋信吼，这两个吼，这个方向无共，力量差不多啦。啊，所以上帝是真厌恶咱迷信，去拜偶像草拢。啊，上帝嘛真厌恶咱迷毋信，吼，这两项啊，所以你若有问题，这问无要紧啦。啊，所以拄仔个问题问出来时，安怎回答呢？咱来听咧。马太福音18章23、到25节讲，若有人要求我宽赦伊，我就爱宽赦伊。但是上帝是，咱过来讲的是人甲人的中间。但是上帝是圣洁的，伊创造宇宙万物，伊是完全完美，无欠缺。所以伊对罪真正生气，因为人的罪，所以上帝的万美拢因为人的罪来污染。所以人爱上救罪得到宪法，万美靠法通恢复伊的水啦。最后才能完全消除。甲上帝和好，头前个条件就是你爱先甲上帝下伫上帝的公义。所以安尼讲吼，上帝伫伊救赎的顶面，伊嘛有伊上大的主权。上大的主权，这上大的主权叫做至权的主权啦。啊，你感觉至权的主权，台语安讲？讲太嘛，你知无？迄个皇帝比皇帝较大咧，叫太上皇。啊，伫迄落个上悬的所在叫做太空。啊，你敢知影？啊，你恁兜上悬是啥？太太。你咧太好做位咧，当然是讲笑的啦。啊，
咱协会上帝安怎？上帝要求咱完全，要求咱主动来遵循上帝律法，甲诫命，若有犯罪，就爱受到伊的愤怒，伊的生气，这是上帝公义的要求。安尼要安怎？安尼咱才做会到。所以咧，迄个要你本来讲哦，只有一项，你家己行，无就别人替你。咱我所读的课文讲吼，讲上帝无因为老爸犯罪就刑罚囝，嘛袂囝刑罚老爸。你想咱老爸教好势，较早台湾人个少年仔犯罪，老爸拢订报纸，啊，佮翕相，啊，佮当安这实是无人道啦，对不对？迄有的人囡仔，你知影吼？你叫狗仔来，狗仔会来袂？大部拢会来啦，啊，佮摇袂对不对？你叫猫来，叫到猫来，看伊要来。你看伊经过真好歹，对不对？伊唔爱插你的，对不对？啊，你要要囡仔哪会叫伊？啊，伊若要来是咱跳开，你无叫来，伊嘛要来。所以你来猫啊有迄个自由意志，比狗仔较无共，狗仔拢在性。啊，人呢？人就自由意志。所以上帝拄啊，迄个经济意思讲，每一个人拢要犯罪，拢是你家己要犯罪，毋是莫牵拖你老爸家己。啊，你要犯罪，莫牵拖恁囝家己。即所以大家拢安尼，安尼了后，迄时阵得救的路只有一条路，叫做赎罪，来为罪来为这个罪恶来付出完全的赎价，靠到甲上帝来和解。啊，即马就讲，咱免怎来满足上帝公义要求咧？咱有法度无？即个要理问答13讲，咱绝对明确讲，咱无可能。谁讲无可能咧？因为一个人免怎，譬如讲啊，我欠你1000万啊，安尼好啦，我以后莫搁来借啊，啊莫搁欠你啊，安尼好无？啊，你以后莫斗我找，敢有可能？譬如讲我穷人顶啊弄死人，啊以后我莫弄死人啊，我弄迄个算好对吧？我以后莫弄啊，啊莫弄迄人就是死，啊了解无？何况人每一日拢在犯罪。咱我讲迄亚当的罪叫做罪性、罪恶本性，啊，咱家己犯的叫做咱的本罪，叫做罪行、罪性甲罪行。啊，咱逐日咧加添啊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无可能。所以咱的故孝，咱无法度行；啊，身孝，咱本来无本性。啊，身孝个一直钉钉塔塔，啊，这变做啥？这变做啥？这叫做啥？咱个18%囡仔，一个人去银行讲。迄个人伊做法来讲，伊代言我公务机关，我18%无爱伊领，我18%要促销，好啊！银行大佬，遐大佬拍破我咧，哦，200-300拍破，啊伊就讲，我当呢，你这消费的呢？你毋是18%存款的啦，你消费我当来促销，你促销无好，按了解意思无？迄个公务人员的18%，我要促销会使咧？会使啊，这是我的权利啊，我无爱啊，啊，迄人讲我18%我无爱，我无啊，你300万拢透了，你逐礼拜18%，再来搁连续去，这连续叫做啥？累积回去，循环呐，循环利息啊，对不对？啊，咱就是安尼啦，咱是欠上帝呢，啊，代表来上帝讲我18%免领，较有可能的，啊，若是存款讲我18%无爱领，哦，啊，无是你，也是我要领咧，你。传到拨迄啥呢？拨迄个联合项目，哦，完全帮助所有人，安尼会使，啊，家己去欠。所以咱要用啥来换性命我度啦。所以，既然我度的时阵吼，你用咱落地马顶，咱那想啊，落地马顶用驾驶吼，迄个德国中讲，讲你若安尼，你家己爱是自我刑罚，安尼上帝就会减轻罪恶感。啊，所以伊全啥呢？伊全咧食迄足歹的食物。拢总爱食臭酸的，你会记袂？咱老大人哦，若水果互伊哦，伊拢先食歹，讲咱先食烂，对不对？啊好老烂较食，啊逐天无食烂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逐天要食烂，啊伊专门拢食迄烂，啊食烂了后，逐日祈祷是6点钟，啊佮定定咧一礼拜无食饭，啊了伊住的所在吼，有诶烧落伊不爱。伊食讲无爱开，啊无爱行，啊逐个寒甲因死罪，安尼了后讲，安尼我会平安，各位袂平安。伊讲我若阁袂平安，但伊迄个
你讲，啊，咱袂去了。你去罗马爬迄个线梯啊，线推啊，啊爬一下爬推，爬了就人多了，搁来搁去死个线推。迄线推着啥？哇，线推啊了是伊搁愈来愈调皮，到尾啊较啥？伊到尾啊较了解讲读着罗马人书，甲读着米迦，搁读着圣经内底啊，原来独因为信耶稣基督已经替我担当啊，我就独信了啊，对不对？啊，咱是用一堆天鹅啦，我伫遐遮清脆的迄个溪边啊，叫啉水，讲要爱，我家己要啥？我家己要乌水井。啊，这天鹅我看卖啊，都甲就烂，啊，我枵死，对不对？迄一个人吼，伊就来上帝求啊，我拄着大风，大水在讲，上帝啊，你得来救我啦！你伫患难中，我简单靠你尔啦。啊，叫一个电视机来啊，迄电视机讲，这个我要世界个后推动来，来莫去，我无爱，我要互上帝救，啊，第二个海军的快点来啊！来，进来，快进来！啊，讲无爱，我要互上帝救我有信心。啊，讲无啦。啊，到尾也是水越拢叫要甜啊时咯，到尾也煞咧，刷完个啥咧，树根苦互伊啊！哎，讲无爱，我要上帝救，结果拢淹死。所以是啊，上帝讲，上帝啊，你若要救我，上帝讲，我派3个天使，哎呦，圣经你唔来，啊，我讲派咧船你也唔来，救树根苦你也唔来，你是咧创啥？咱了解意思。啊，人就无法度，啊，无法度，佮就想要想办法，好。这个是圣经教士来讲，咱无法度用别项，咱天使无法度，动物也无法度。你讲，无啊，圣经有讲迄动物啊，用羊羔啊，用牛羔啊，对不对？毋是啊，牛羔袂使讲牛羔，羊是羊羔，啊牛是啥？牛犅。牛犅，啊羊若迄个犅的羊，即羊犅，所以台湾就叫羊犅。羊犅的国语叫做人工羊。嘿啦，啊，迄捌字的写着羊犅去啦。羊犅就是安尼吼，对不对？啊，台湾的含迄个北京话，你若北京话是晚清的番仔话，啊，那番仔话含咱这正汉我倒边，对不对？咱讲人客，伊讲客人；咱讲风台，伊讲啥？台风，对不对？咱讲老街，伊讲热闹；咱讲迄个石盘，伊讲磐石。啊，咱讲汉人，伊讲蛮汉，对不对？咱讲烟头，伊讲土油，就是安尼啦，无可能。好，所以受造物无法度，只有一个啥？咱到尾咧，因为受造物两项无法度第一，咱无法度替别人，伊本身有罪。第二项咧，上帝若是显我落了时，迄个无一个受造物会当堪得受着上帝咯。啊，所以这个。羊羔、羊犅，这个目的毋是讲伊来替咱担当罪，是要互咱觉醒讲，咱需要一个真正的救主。所以耶稣基督出来时，迄个是行洗礼约翰，行洗礼约翰，施洗约翰啊，毋是伊家行用洗礼，行洗礼约翰，是那个迄个行洗礼约翰，伊讲啥？讲看上帝羊羔，伊来。啥？来担当世界人的罪，所以真正羊羔毋是遐羊犅啦，毋是遐羊羔啦，是耶稣基督。所以咱需要一个拥抱者，啊，咱台湾人咧对迄生命的拥抱者吼，有种叫做钱啦。那么听过无？讲金钱非是万能，但是无金钱是万万不能，是不是？千金难买，啥？千金难买早知道，万般无奈怎么样？没算到。这真正咱用金钱，所以台湾人咱的祖先死的是啥？爱烧金钱，爱烧库，对不对？还去烧厝，对不对？烧厝，去烧啥？叫烧迄个摩托车，叫烧迄便所内底佫有啥？佫有化肥。哦，伊地到内底做大较好势，佫烧两个，一个查某，一个查某叫骨力啦，好切卡，冷里咧，会改身份，拢用即个，我若有钱，使几个下晡有钱，
啊，其实咧，上帝毋是贪官污吏啦，你用钱无效啦，迄是人想象的啦。啊，第二样就是咱有啥？咱的民间信仰的中国者就是关系关注在关守者。啊，但是哦，咱了解哦，无论是阿弥陀佛，还是观世音，还是大势至菩萨，这三个叫做西方三圣，伫历史上都无这样。你知影？历史上无啦，观世音是苗宗王的查囝，啊苗宗王都无历史上无苗宗王啊，中国的历史无啊，啊尼泊尔嘛无，啊印度嘛无，迄是神为得的啦。哪像讲请问的世界上有孙悟空无啦？啊，但是孙悟空这神明无有啊，大圣爷啦，伫迄个新加坡拜孙悟空上侪叫大圣爷，高界天，安尼啊。啊，台湾嘛有人拜猪哥精，对对，啊猪哥精敢有？啊无啊，猪哥精有捌伫历史存在无？所以是人想象的。所以你若要真正的中国者，用想象的行为无可能，用钱的无可能，因为上帝是公义嘛。啊，只有一个，所以伫咧圣经教是讲，只有一位会当遮做咱中国者，即个一定要是人，因为咱是有血有肉体的人，咱这人犯罪，所以要替咱担当的人，迄个人一定要是人。啊，咱有罪，所以要咱担当的中国者一定要无罪。啊，你人内底鼻孔压的无一个好人，啊，人就拢无法度，啊，无法度无焦成，拢无法度拢完全，啊，只有一个焦成的、完全的无罪人，这是中国者一个。第二个，伊要甲替咱行钱。行借物，伊本身爱无欠迄借厝的钱嘛，啊，而且伊还阁有钱，对不对？有钱有量，啊，得替咱行，啊，才有可能嘛。啊，伊若无钱，甲讲我替你行，那么画山水无好，对不对？啊，出一支喙尔，而且这叫做救助别人死，三人拳头要前就使，拢袂听，啊，较无法度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咧，咱像一个共产党人讲。你有听祖国无？我有。你若有2间厝，你要管互祖国1间无？2间拢管。好，我咧做管。啊，你若有车无？我有2台车，我要管2台拢管。你若讲啊，你有土地无？有，我若2甲土地拢管。我管好，啊，迄人拢足感动。好，你实在是较会遐听咧祖国的。啊，你若200块，你要啥菜无？无啊，我晓得，我有真正200块咯，我真正有时间啦。啊，无迄我无啦，无迄袂使去。啊，所以要替咱担当做人，伊家己都，哎哟，一支喙好累累，啊，伊欠甲咧，欠甲规个伊无可能。所以就爱即个无罪的人，真正的人，历史中的人，活跳跳的人，啊，佫而且是无罪的人，啊，要倒出。啊了，上帝公义的审判了后来，请问，咱上帝毋是干那要咱审判了？伊审判了后要搁啥？咱十二问答讲，要搁再合咱建立起一个水果好的关系，要搁做恩典、怜悯、慈悲的法。啊，所以这人应该是啥？搁是譬如讲，你若有钱100万，啊，我欠100万，你替我还啊。但是这人拢做袂全世界人。所以伊的即个行借物的能力非常的大，了解吼？非常的大。啊，而且呢，伊受着审判了，伊搁来活，啊，只有搁咱上帝。所以咱就在祈求讲，有一位上帝，是不是上帝真正会替咱做？伊会切起伊的独生圣囝来到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间，伊含咱平平有肉体、有血气、活跳跳的人，搁再无罪。啊！伊叫咱为咱做死了，咱个对死人都过活，啊，叫咱有种永远的活命守住咱。所以今仔这广告者是讲，这中国者介先个怎呢？渐要出来，渐要出来。所以咱后礼拜搁迄落，咱继续收听哦。这咱一步一步个开始，因做咱在入捌这上帝，入捌耶稣基督，咱三个来祈祷。天父上帝，阮知影，阮做人，阮犯罪，阮种，阮无当行这正义，阮咧罪怪的罪孽，阮无当行。但是阮恳求上帝啊，你开启阮心内目睭，会咱看到你的真理，
会当看到你的恩典，因为你有恩典有怜悯，你的确被赦免我的罪。但是你嘛是公义的，你愿意垂听你的圣名耶稣基督来到阮的世间。主啊，求你帮助阮，继续阮的礼拜，会当来认捌这个真理，认捌耶稣基督，互耶稣基督成做阮一个完全圣洁、慈悲怜悯的中保者。求主你赏赐阮恩典，阮安尼祈祷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门。